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哋上玉龍雪山嘅行程。好，今朝早咧，我哋就準備出發咧，就去玉龍雪山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好早起身。咁咧，但係呢度嘅時間都唔算太早嘅，我哋係而家7點半。咁咧因為我哋咧要好凍啦，咁所以我哋要食一啲熱嘅早餐。咁咧着衫方面咧，我裏面咧就着咗一件雪嘅底衫啦，跟住着咗一件最厚嘅 heattech 啦，跟住就着咗一件薄羽絨啦，再着咗一件超厚嘅 hoodie。咁我另外仲有件羽絨嘅，咁褲咧我就着咗3條。咁即管睇下陣間凍唔凍啦。今朝嘅天氣好好，所以喺酒店已經見到日照金山。從我哋酒店出發去到玉龍雪山風景區，只需要20分鐘。但有好多人沿途想睇日照金山，出發嘅時間就要再提早。無論係淡季或者旺季，都強烈建議各位要預先預訂玉龍雪山嘅門票，亦都要記得帶身份證明文件。由停車場大概行5分鐘就去到檢票站，然之後就可以行到索道嘅巴士站。大概坐15分鐘巴士，就會到達海拔3356米嘅大索道纜車站。喺呢度好多遊客開始練習點樣用氧氣樽，指示說明要用鼻吸口呼。呢度排隊嘅情況上線有秩序。一個纜車係坐8個人，大約坐10分鐘，但係喺呢10分鐘嘅景色變化好大。過咗雲層之後，景色就更加靚。到達索道站之後，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狀況，可以行到4506、4576或者4680嘅海拔牌。不過千祈唔好睇少呢100幾米嘅距離。由於身處喺海拔4000幾米嘅地方，動作都唔可以太大。如果開始覺得唔舒服，就唔好夾硬嚟。而天氣都好大影響。我哋而家到達玉龍雪山啦！一路行上山都有小休嘅地方，有唔同嘅嘢食賣。食嘢咪？除咗保暖衣物，唔記得帶冷帽同埋頸巾，仲有暖水壺、太陽眼鏡同埋補充體力嘅朱古力。行咗大約30分鐘就嚟到第一個嘅海拔牌，4576嘅海拔牌。遊客可以左轉返到索道站，或者右轉上山。今日嘅天氣好好，大約有1/3嘅遊客繼續上山。我都試下用下呢個氧氣樽先。上到嚟海拔實在太辛苦啦，好喘氣啊！但係我2個女已經喺上邊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已經行緊去最高嗰度啦，開始非常喘氣，同埋行少少就要休息。哇！我爸爸就準備咗血氧計檢查我哋嘅血氧。終於到達4680米，能夠登頂嘅人都唔少，當然都有好多人放棄啦。大家都排隊同呢個海拔牌影相。
但因為人太多，所以我哋就冇排隊，直接落返山。呢度嘅風好大，落山比上山輕鬆啲，所以都有啲時間可以睇風景。好，我哋終於行完玉龍雪山啦！我哋而家準備行返去呢個嘅大索道。到達車站之後，我哋就坐巴士去南月谷，大概要坐15分鐘。如果揸車車埋去，即係會唔走哇！你哋各位睇下，大家唔使急於喺南月谷站落車，我哋揀咗喺水月閣落車，先食咗午餐。食完午餐之後，先去南月谷行下。呢度嘅水係嚟自雪山嘅融雪，而且因為有礦物質，所以水嘅顏色好鮮豔。呢度都有啲小店俾遊客休息。好多人都會去埋雲杉坪，但因為我哋太攰，所以我哋就坐巴士返去遊客中心，再直接返去酒店休息。想知道我哋藏服攝影同埋麗江古城嘅行程，就唔好錯過我哋下一條片啦！